星の音一つで君と僕がつなげたんだ。僕に落ちるやまない路線の雨晴れてるおんぶこの夜にほらリズム合わせてみよう。ちょうどちょうに混ぜた世界一つずつ前へ歩もう。伝えきれない想い分かってほしい。早晨，大家好啊！淡路島咧有個幸福班戟，今日咧我哋就自駕遊，咁一早喺京都出發，咁啊車程大概1小時50分左右，我哋就非常開心，終於可以嚟到呢度啦。餐廳嘅設計咧主要以木為主，同埋配上一副好大嘅落地玻璃，自然光線好充足，亦有一種夏威夷度假 feel 嘅感覺。喺高處望落去就可以欣賞到餐廳裏面同外面嘅美麗景色。一入到餐廳，當然梗係唔可以少得去點呢個雲海鬆餅啦。另外再配上精美嘅飲品，增加咗唔少文青嘅氣氛。餐廳裏面所有嘅餐點都需要喺門口旁邊嘅自助平板電腦上點餐。餐廳外面嘅平台景色更加令人驚豔。呢一間店就坐落喺瀨戶內海嘅海岸線旁，平台嘅設計就帶有夏威夷風嘅太陽傘同埋木製嘅餐台，營造出一種舒適同悠閒嘅氣氛。另外喺外邊啊，亦有一座巨型嘅千秋，客人可以一邊打千秋，一邊欣賞風景，亦可以感受一下海風帶嚟嘅自在。最浪漫啊，就係莫過於呢個純白嘅幸福鐘，呢個亦係一個打卡嘅熱點。據說敲響呢個鐘啊，就可以帶嚟幸福同埋美好，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喺另外一邊啊，亦有一個人氣嘅打卡位，感覺亦非常充滿浪漫。高高椅座嘅設計係面對瀨戶內海嘅位置，亦係一個超人氣嘅打卡景點。不過可惜當日風浪太大，呢兩個景點嘅通道都已經關閉。園區裏面亦設置咗一間歐陸式嘅工房，原來係一間聞名已久、專門製作法式嘅佛藍雪嘅蛋糕工房。佛藍雪蛋糕係一種經典嘅法式甜品，佢以獨特嘅金磚形狀同埋濃郁嘅杏仁香氣聞名。原料咧係使用北海道產嘅發酵牛油同埋法國海鹽，加上高溫嘅烘焙技術，打造出極厚極鬆軟嘅口感。呢間工房唔單止提供現場嘅烘焙沸藍雪，仲有好多口味嘅選擇，例如阿薩姆紅茶、榛子、開心果同埋頂級嘅朱古力。但係今日好遺憾啊，錯過咗品嘗沸藍雪蛋糕，下次有機會一定唔會放過。Circle Law 係一間位於淡路島嘅騎單車發燒友嘅咖啡館，佢以淡路島嘅漢堡聞名。呢款漢堡包係包含咗新鮮嘅島上蔬菜，專門料理而成。淡路島環島有150公里，單車發燒友可以喺呢度品嘗一下美味嘅漢堡包。咖啡廳坐落喺海邊，景色宜人，亦係踩單車發燒友放鬆嘅絕佳地方。餐廳嘅裝修融合咗工業風同埋溫馨木質嘅元素，使人感到自由同埋冒險嘅精神。店內亦有一個大窗可以欣賞到無敵海景，同埋有舒適嘅座位區，非常適合長途踩單車後嘅休息同埋放鬆。牆上亦展示咗好多有關踩單車嘅裝飾，例如踩單車嘅零件啦、島上嘅地圖同埋踩單車嘅人嘅照片。呢度嘅漢堡包味道濃郁，層次豐富。厚實多汁嘅肉排配搭咗新鮮嘅淡路島蔬菜，口感飽滿又有咬口。喺呢度食一啖就可以感受到淡路島嘅風味。
咁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入去欣賞下淡路牛嘅鐵板燒嘅風味啦！海神人之食桌係融合咗一間傳統同埋創新嘅高級餐廳，提供咗精緻嘅和食料理同埋鐵板燒。其中名稱讚呼嘅就係2樓餐廳嘅區域，專門提供鐵板燒同埋壽喜燒料理。今次我哋每人訂咗一份牛扒海鮮套餐，每位除稅外就係8000 N。套餐包括海鮮、活魚同埋鮑魚。餐廳所提供嘅海鮮都係每日直送嘅新鮮魚。主廚喺唔同嘅季節就會調整不同嘅套餐，確保所有食客可以享受到真正時令嘅美味。另外亦有淡路牛，兵庫縣頂級和牛之一，以柔嫩多汁、雙降紋理聞名。有淡路島嘅洋蔥，島上嘅特產，亦係甜度最高同埋水分最飽滿，通常都會作為鐵板燒嘅配菜同埋湯品。鐵板燒嘅前台位置亦係非常接近主廚，可以欣賞到料理嘅過程，從食材嘅處理到火候嘅掌控，好似睇緊一場美食 show 一樣。主廚會細心講解每一道菜嘅特色同埋食法，令每一個客人都有賓至如歸嘅感覺。享受完一餐咁豐富嘅晚餐之後呢，我哋就落去1樓參觀，開始進入佢地下空間，探索呢間餐廳嘅獨特設計。餐廳融合咗淡路島嘅自然美景同埋高雅嘅日式設計，營造咗獨特嘅用餐氣氛。內部採用咗溫暖嘅木質元素，搭配咗柔和嘅燈光，使到空間充滿咗舒適感。大酒櫃採用咗深色嘅木質設計，酒瓶嘅整齊擺放，燈光好柔和咁照射喺玻璃樽上，增添咗優雅嘅氣氛。部分嘅酒櫃用咗鐵架做成，帶嚟咗工業嘅風格。無論係視覺嘅氛圍，都可以令食客沉醉喺美食同埋美感嘅雙重享受之中。Blue Beach 法式森林小館，呢間小館係坐落喺日本郊區同埋自然保護區嘅周邊，以森林共生為核心嘅理念，打造出遠離塵囂嘅隱世空間。園區裏面有3間唔同風格嘅餐廳，第一間係融合咗法式同埋和風料理嘅 La Rose， 第二間係主打法式同埋地中海風味嘅 Grand Baobab， 第3間就係結合咗法式同埋西班牙特色嘅 Prince Ito。森林嘅建築設計用咗大量嘅木材、玻璃同埋石材，打造出遠離塵囂嘅隱世空間。夜間嘅燈飾好似星塵散落喺夢幻之境，地燈引路通往餐廳嘅石板小徑兩側，鑲咗有暖黃色嘅地燈，好似天上嘅星星墜落咗喺地面，輕輕指引客人步入秘境。柔和嘅燈光刻意調暗，避免破壞夜色，只係照射腳下嘅小徑同埋旁邊草木輕搖嘅燈影。森林間亦懸掛咗細小嘅 LED 燈串，遠睇就好似螢火蟲鋪滿身上。玻璃屋嘅透亮感同外圍嘅冷色調森林嘅燈飾成為對比，增添咗科技同埋自然交融嘅趣味，亦呈現咗寧靜同埋高雅嘅視覺效果。今晚我哋選擇咗喺 Grand Baobab 用餐，呢間餐廳設計嘅靈感係嚟自歐洲宮廷嘅風格。遠處已經被呢間餐廳懸掛嘅巨型水晶吊燈所吸引，室內嘅設計配搭木質同埋石材嘅裝飾，使到整個空間都非常典雅，但係又唔失溫暖。餐廳裏面懸掛咗多款嘅大型水晶燈，每一盞都經過精心嘅挑選，展現出唔同嘅風格。座位區亦經過精心嘅規劃，擁有開放嘅空間同埋私人嘅包廂，適合唔同場合嘅用餐需要。今次我哋揀咗法式同埋地中海意大利風味嘅融合料理，可以見到主廚嘅精心擺盤，利用淡路島時令嘅食材，打造出鮮明嘅料理。由前菜到甜品，每一道菜都展現出法式料理嘅精緻同埋創意。主廚巧妙運用淡路島嘅優質食材，結合咗法式同埋意式料理嘅精髓。無論係鮮嫩嘅牛扒、細膩嘅魚料理，抑或入口即溶嘅甜品，每一道菜都令人回味無窮。
呢次 glamping 之旅真令人驚喜，一泊兩食嘅安排超貼心，住宿嘅環境既舒服又有格調，完全係享受大自然同埋高品質生活嘅完美結合。周邊嘅設施應有盡有，無論係動靜皆宜嘅休閒活動，抑或令人放鬆身心嘅環境，都感覺到玩足2日都係唔夠。至於餐飲方面，早餐同埋晚餐都令人讚不絕口，服務更加細緻入微，令人感受到真正嘅賓至如歸嘅感覺。呢次嘅體驗真係超值，無論係想逃離都市嘅煩囂，抑或想尋找難忘嘅假期，呢度必定係最佳之選。首先，呢間酒店係無法直接揸車抵達，需要前往2次元之心公園 F 停車場，並喺附近嘅指定地點等候酒店專車接送，車程大約5分鐘就可以到達酒店。2次元之心係一座主題公園，專為動漫迷打造，使到遊客能夠沉迷喺各種人氣嘅動漫世界中。園區裏面亦設咗好多個主題區，包括一啲漫畫卡通、哥斯拉、同埋蠟筆小新等等。除咗主題公園嘅設施，公園仲擁有好多豐富嘅自然景觀，非常適合散步同埋探索。遊客可以選擇自駕或者搭公共交通前往。喺園區內亦可以享受各種特色美食，例如火影忍者中嘅一樂拉麵。呢度唔單止適合動漫迷，亦係一個適合家庭同埋朋友共同遊樂嘅地方，令人能夠喺現實世界裏面體驗2次元嘅奇幻魅力。一踏到酒店嗰一刻亦感受到獨特嘅氣氛。大堂採用咗大量嘅玻璃同埋木質嘅元素，使到客人可以悠閒咁樣辦理手續入住。當然唔少得自家製造嘅迎賓甜品啦。服務人員亦會好主動咁關心客人嘅需要，確保每一位嘅住客都可以享受到最優質嘅住宿體驗。店員好殷勤咁帶我哋去我哋個房間，沿途嘅景色亦令我哋感覺到非常清幽同埋寧靜。房間嘅設計充滿咗獨特嘅美學細節，使到住客可以沉醉喺奢華同埋舒適嘅環境當中。設計嘅靈感亦係嚟自自然同埋星空，營造出寧靜同埋溫馨嘅氣氛。部分房間亦擁有5米高嘅天窗，天花板裝飾咗星空燈光同埋北斗七星嘅圖案，可以令住客瞓喺床上都可以欣賞滿天嘅星斗，仿佛身置於天然嘅天文館。室內裝修以木嘅元素為主，搭配柔和嘅燈光，牆上亦採用咗深藍同埋金屬色嘅宇宙色調，配搭出幾毫圖線嘅星軌。客廳採用咗開放式嘅佈局，配搭大角度嘅觀景窗、星形嘅吊燈、行星狀嘅裝飾飾品。牆上懸掛嘅星座圖、隕石紋理嘅藝術畫。床頭背景牆採用嘅軟包星空圖案，同埋晚上隱藏式嘅燈光，模擬星光。浴室採用乾濕分離嘅設計，浴室內部亦以檜木嘅元素為主，散發出淡淡嘅木香，營造出高雅但又溫柔放鬆嘅氣氛。部分嘅房型亦有私人嘅檜木浴池，可以享受獨特嘅泡湯體驗。每個獨立嘅小屋都設有個私人露台，可以使住客可以喺戶外享受寧靜嘅氣氛。另外有啲房型嘅露台亦可以直接欣賞到明石海峽大橋同埋神戶嘅夜景，視野開闊，景色壯麗。餐廳亦可以選擇用餐嘅體驗，華麗嘅設計同埋食物嘅質素。燈光嘅設計仍採用暖色調、低照度嘅照明，食材嘅選擇亦強調現做同埋時令嘅食材。烹飪技術亦係採用分子料理，呢一個係我哋今晚嘅餐單。首先，餐廳會提供一杯免費嘅 welcome drink， 每道菜式都有精緻之處，感到賓至如歸嘅感覺。呢種感覺就好似一場極致嘅享受。
柔和嘅 saxophone 配合溫暖嘅燈光，使到整個氣氛都變得額外放鬆。能夠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感受音樂嘅旋律，就好似一場完美嘅味覺同埋聽覺嘅融合，使到我哋可以慢慢享受呢一餐晚餐。早餐提供日式同埋西式兩種選擇，滿足不同口味嘅客人。今次我哋選擇咗日式早餐，精緻嘅和風小菜配搭香濃嘅味噌湯，讓人感受到純正嘅日式早餐。check out之前，千祈唔好錯過去後山觀賞明石海峽大橋同埋神戶嘅景色啊！今集到呢度已經係圓滿結束，希望今次嘅內容可以給大家啲啟發，對你哋下一次嘅旅程規劃可以提供一啲參考。如果大家係喜歡今次嘅分享，請記得訂閱同埋點讚啊！非常多謝大家多多支持。